好，即摆国际紧张致使国际油价来大起，中油就罕见提早宣布讲对3月初到也就是明仔载开始，汽油起块半，柴油起块1。若要加油的民众爱较紧去加，因为对初到0点开始，国内油价即要起价啊。汽油部分，亲像95无盐汽油，油价不过再是每公升28块9，利是每公升30块4。战争就是这样，没有办法避免因为这毕竟是开车的成本啊。现在战争不结束的话，这个东西的话没有办法。对，可是我是觉得说政府应该要做一些调节啦。政府不是很有钱吗？受到中东战事欠悬，造成国际油价大起，也互市场传出讲国内油价可能会起2块也是3块。中油讲，按照这个波动油价机制调整原则，汽油、柴油计数应该阁起5块4，也阁4块8。也阁政府考虑爱减慢这个油价起价，面对冲击民生的物价，进行稳定运营的做法。这礼拜国内油价调整幅度大约是5%，初到0点开始，汽油起块半。92无盐汽油来到要挖每公升29块，95无盐汽油每公升是30块4，98无盐汽油每公升是32块4，也那柴油是起块1，每公升是28块1。在短期啊，中油来吸收可能可以，但是长期啊，现在目前看起来是做不到的。那它的情况呢，就会造成中油的亏损会继续扩大。3月份的时候，或许我们还可以躲掉，但是呢，如果这个战争再持续下去，国际的油价再继续往上涨，恐怕就很难避免我们的 CPI 年增率超过2%。行政院长杜英台讲，以这阵局势来看，起价幅度较大，国内已经启动相大大起价机制。会考虑国际经济甲财务结构，政府重点吸收。不过专家烦恼讲，大大起价机制恐惊加大中油财务的亏损，政府应另外找配套方法来应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